大家好，我係 Rose。今日就分享，原來我做咗澳門人咁耐，依家先知道啊！一直咧嗰個東亞大球場嗰邊咧，隔籬而家有個澳門嘅體育館，原來嗰度有超多靚正嘅嘢，有最大最靚嘅網球場啦。付下少少費就可以用呢一個超靚嘅網球場，仲有呢，就係有壁球館啦，又係費用好低嘅。跟住今日呢，我終於嚟試下嗰個20蚊嘅保齡球館。哇，唔係講笑，嗰個保齡球館佢係乾淨同埋新淨到呢，我以為係新開嘅，點知我問嗰啲工作人員呢，先知原來佢係05年就已經開㗎啦。咁依家開咗20年啦，真係而且係20蚊，跟住20球。鞋咧就借3蚊雞，如果你有鞋就唔使再借啦。換鞋子，50大小球，手機先打，這個球大小剛好，參考別人球姿，最後用小球入了。Nice。我的分數，實際多數情況。